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详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碗，买碗的碗。读碗这是白音，碗就是徛马日咧用的字啊，像讲买碗。另外，片刀顶面插落去的所在，咱讲是片碗。带大家做伙来详解两个词。头一个买碗，拄则讲到，就是放伫咧马较接偏的字啊，徛马较好徛。另外，花莲马大安这个地名有两款讲法，其中一款是讲挖海华山马，一粒山的形生做真成马碗。另外一款的讲法是阿美族阿美氏的祖先来到这的时，拢转树刀，树刀的音就是挖马大安。另外，因为马碗的关系，有一个地名嘛是和马碗有关系，这就是第二个词，平湖的望碗。有一款讲法是讲地成功来到这个所在，希望会当平安，就叫做望安。另外，有人认为讲本来是土字边的安，代表讲过去政府的田都爱纳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来到平湖望碗旅游，实在清风秀气，好空气。若是会当设计徛马活动，马也阁有马碗，安尼会当体验古早的气味，就阁较趣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碗，另外文音读做安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